台湾，非常清楚，2020年前让台湾事实上达到统一，事实上统一不是法理上。大家记住，我这个专门跟他探讨这个问题。什么事实上？说在香港要保证绝大多数人一心向党，一心向大陆，就是心向大陆，就是靠什么？靠外宣，靠利益绑架2020年通过国际上的打压和台海物理上的隔断，形成台湾一个必须依靠大陆的经济、贸易、食品的供给链。事实上把台湾就已经给你封杀了。2020年要把台湾80%的企业变成中共的叫关系企业，就是威胁控制的企业，就像大陆的企业一样，你不管只要你有钱了，你就是我的关系户。啥叫关系？就是可以控制你，可以影响你这就是当时台湾的政策2020年对台企的，然后把台企做成，把台湾和台湾的企业做成在台湾一旦发生运动的中坚力量，都变成共军了然后要保证台湾任何一届选举，任何候选人在候选人确定的时候要保证100%是共产党的人，就绝对操纵选举。大家再往回看看，是做到了没有？就做到了。这是台湾。